回收工作者安全守則。放置紙皮，先將紙皮放喺車頭，再放車尾，否則會反車。放置紙皮時，應避免紙皮伸出支架外，將紙皮疊放得太高，會阻擋自己視線。用十字捆綁法就可以避免紙皮滑落嚟。整齊擺放，穩穩陣陣。衣着裝備，着住條反光帶，司機見到你。天時暑熱、烈日當空嘅時候，可以戴帽同太陽眼鏡保護自己。唔好着拖鞋做嘢啊！路上行走，唔好貼住店鋪行，隨時有人要出入。留意貨運工人，都可能隨時會由架車度衝出嚟。記住要留意下車輛嘅出入口啊！遇到人群嘅時候，可以響下個車鈴或者叫聲唔該謝謝。去到彎位或路口，就要留意下有冇行人要出入。
行入馬路嘅時候，就要留意下有冇行駛緊嘅車。注意暗斜。新嘅回收車有鎖停功能。喺馬路上行緊嘅時候，留意車輛之間有冇人行出。小心車門突然打開，或者有人落車。轉彎時留意身邊有冇車接近。切忌衝出馬路。停入啲，左右望。切勿接近大型貨車。車頭下呢個位置，司機睇唔到你㗎。泊車時盡量揀啲空曠或路邊唔阻行人嘅位置，防止身體勞損。推車時要借助腰力，避免單靠手腕。上車前要衡量一下自己嘅體力。酷熱天氣時就記得要飲多啲水啦。提升安全意識，謹記要保持禮讓，配合其他道路使用者。回收工作者出入平安。